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市三滨区昨有一个16岁少年家骑唔免驾照的电动车，险险去弄到咧过车路的囡仔，双方拢挂倒受伤。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是药署今仔日公布佮查到事件。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会伫咧这个月底就甲苏丹红清查好了。为着要防范罗西亚入侵。瑞典和芬兰拢改变用革命的立场，嘛申请要加入北约组织。即马瑞典正式成做北约的第32个会员国。新闻头起先来看到高雄市三滨区，昨有一个16岁少年家，伊骑唔免驾照的电动车经过路口的时阵，无停落来让人行过，险险就去弄到咧过车路的囡仔，双方拢跋倒着伤。行人路权团体就表示，因为细只的电动车唔免驾照，14岁以上就会当骑，学校应该规划安全驾驶的相关课程，而且嘛呼吁这路口应该设置过路人专用的青红灯，和车分开行。路口甲行人的号志同时阵转青灯，路边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一台倒弯的共享微型电动车煞无停让，差一点仔弄到过马路的学生，双双跋倒。超拖唔对啦，因为你要让行人嘛。哦。伊个囡仔是哪想无衫啦？双方拢分别有轻伤，事发伫初7，高雄大昌一路甲庄敬路口，16岁的少年囡仔虽然是骑免驾照的微型电动车，但警方表示无停让行人也是违法。初步为红线蓝骑士未礼让行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74条1项7款，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微型电动车因为轻便，而且法令规定14岁以上免驾照就会使骑，有未少学生会使用。行人路权团体烦恼家长甲校方是毋是有提供学生安全驾驶的教育？在学校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课程来上一些驾驶的教育，让这些学生在骑车的时候可以安全的上路，然后才不会发生这种没有去停让行人，而导致学童受伤跌倒这种状况。行人路权团体认为，摕台湾的驾照伤过简单，要养成停让的习惯，爱对考驾照把关，学校教育顶做起。另外，针对较后发生无停让事故的路口号志，嘛要设置行人早开时相，互汽机车较好发觉行人伫过马路来停让。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花莲的警方要拿查一只可疑的轿车，结果一个驾驶煞加速冲出去，沿路弄到真侪台车，拢总有4个人受伤，其中一个重伤。一个驾驶落尾，佮甲车放来走无去。警方伫个车顶有撬出毒品，目前嘛赶紧咧追查这个人。警车行车记录器清楚看到一台白色小轿车，无接受拿查，加速度走，伫巷内底驶正紧，先是弄一台载菜色的搬运车，搁伫12路口弄红灯，搁将一台拿小小货车弄变轨。警察跟在他的后面的，有要拦他，他说听说他不下车，就一直吵，一直跑了。他跑了之后就跑到那边撞到那个梯屋啊，然后又到十字路口又撞到这一台。啊，那个人跑了那个人就车子就变撞到这一台之后，他的车子变掉头了，掉头门打开就跑掉了。这是发生在初7下晡，警方分局员警伫吉昌三街甲吉安路附近，发现一台白色小轿车正可疑，向前拿查驾驶加速度走了后，弄3台车嫌翻路车逃走，最后消失伫巷仔内。肇事驾驶未留在现场处理，反而赤脚逃离现场。经警方后续查出，肇事逃逸驾驶身份为30岁黄姓男子。并在车内发现疑似毒品及含有酒精成分的提神饮料。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积极细捕黄嫌到案。杨报告受伤病重4个人，其中搬运车驾驶是46岁越南籍姓黄的查某人，伊头部重创昏迷，被送去主治病院急救。原来小货车有3个查甫人，头甲手拢受刺伤，警方全力来抓这嫌犯。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通过违规临时停车等罚金伫咧12块以下10项交通违规，唔免记点嘛袂当检举的修正草案，
路权团体质疑讲是去害过路人的权益受损，尤其占用新长者的车位是个牺牲到新长者的权益。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强调，这草案这违规也是有行政处罚。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草案送去立法院审查时阵，嘛也会当讨论。行政议会初一决议，10项罚10次以下交通违罪项目，包含并排临时停车、消防栓头前停车、公车站牌10公尺内停车、在行星障碍专用车位违规停车等等。未来被记点也免检举，引起讨论。我应该算不支持，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但是你可以去申诉。不会说很多什么微小的事情，然后都一直去检举啊，然后被记点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路权团体质疑未来违规停车情形可能会更加严重，不只造成驾驶的交通风险提悬，也连带影响过路人的安全，损害除了用路人的权益以外，也是变相放任违规。各点名占用新兴障碍车位，说明检举，未记点牺牲新重者的权益。身障停车格也一样是不能检举，这是完全剥夺身障的权益。违规停车等等的这个情况的。开罚上面本来就很弱，未来如果也检举取消了据点，对于违规人他是几乎没有遏制力。这个是为违规开后门，行政长陈建仁回应，修法是为保障所有道路使用人，呼吁驾驶人唔通违规。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是权宜的处理方式。记点的办法在去年通过以后呢，实际上对于职业驾驶人，还有甚至是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有生计呢，都造成影响。我们虽然没有记点，可是呢，还是会有行政的处罚。衡量现在的一个状况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权宜的一个处理方式我想说，也不是说永远都会这样。王国材强调，行政议会通过修正草案了后，已经送到立法院，未来在立法院审查时阵，应继续表达意见，理性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苏丹红辣椒粉的风波，市药署今仔日公布，佮查到4件，包括保险公司有3批，台南格瑞特洋菜公司嘛有1批。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会伫咧这个月底就甲苏丹红清查好了。市药署嘛有检讨边境的抽验机制，只要无合格，迄国的产品就逐批隆重爱检验。苏丹红是按红布伫全台湾均价，即马高摊到校园营养午餐，爱暂时卖用番茄粉、胡椒粉加咖喱粉这香料，目前只好改用胡椒粒这原型食物当作替代品。我们会尽量用一些比较原型的辛香料，比如说胡椒粒啦，像这个所谓的香茅啦，或者等等，它的原型的香料来做整个调配。那成本上当然会比较高，那在制成上会比较麻烦。团产业者透露，就惊苏丹红事件佫继续摊开，未来出现佫较侪禁用的香料。小署今日佫公布，国内苏丹红抽验结果，佫增加4批无合格，分别是来自保险公司的3批。有效期限分别是115年的10月初4甲10月初9，甲116年的1月2日。另外，台南市卫生局是查到格瑞特洋菜企业公司有1批番茄球粉无合格。行政长陈建仁表示，苏丹红事件是系统性的事件，会伫这个月底清查了。目前卫福部会顺线向下卡对查，启动厂商自主检验，也检讨边境抽查的机制。碰到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化学原料，那不应该使用在食品的，一旦被验出的话，那我们马上就进入100%的抽批的这一个机制。在边境的部分，只要被我们查到有不合格的这一家制造厂，就被我们禁止。然后同一个地区的，比方说它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全部的这个国家的要输入到台湾的，全部都是100%抽批。针对有立委北康为中国进口含有苏丹红番茄球粉的真尖加加工2间公司，经营者有9间公司登记伫同款地址甲负责人。小署回应，目前已经交由检调解释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卫生局今年1月伫咧台糖的猪肉内底有验到正肉精西布特罗。今仔日行政院公布调查结果，公布排除是伫咧检验的时受到污染，不过嘛无法度证实讲就是检验的过程当中去摸到西布特罗。因那台中市卫生局是出来反驳这款讲法，强调因的检验过程全部合法。
行政院采白调开记者会，公布台糖猪肉互人验出三马精的调查结果，强调会当排除农业、饲猪的阶段、胎猪分切的阶段、甲卖的阶段，有受到西布特罗污染的风险。毋过无法度完全排除是台中食安处伫咧检验的时阵去受到污染，但是嘛无法度证实就是伫咧检验的时阵去摸到西布特罗。该单一检体虽经复验确含西布特罗，然而实验室管理未臻完善，且该单一检体在检体袋开封前并未保持完整状态，无法完全排除本事件检验阶段受污染之风险，也未能证实本事件检验阶段受污染。调查报告指出，台中食安处是验收的标准品保存的柜仔，锁匙插伫面顶，无真正锁起来。检体的保存甲操作有缺失，而且检体的袋仔内底，台糖原本的包装，伫咧检体袋仔开开的时阵就已经有损害，毋是完整的状态。搁有检体已经经过22届的重复检验，定量值的精差超过10倍，毋是伫正常的范围内底。毋过，台中市卫生局长伫咧采白台中市议会专案报告当中，就反驳中央的讲法，强调采检的过程是一切合法。第一个，他说我们的标准品没有上锁，但是在中央的法规规定，只有环境有毒物质的那些化学物质才要上锁，有专人管理。一般检验的标准品是不需要上锁的。好，没有这个规定要上锁。台中市卫生局长表示，中央的法规有规定有毒的物件才爱锁起来。台糖的包装因为有拍开，所以血水流出来是正常的。检验的包装是真完整，袂去影响到检验的精准度，对台中市实验室的检验结果有信心。记者台北、台中报道。美国四大指数隆重庆悬，台股今仔日有大积电带头，开悬走悬，盘中阁起价超过2万点。今仔日台积电开盘就冲到795块，创下市值超过20条的新高纪录。因那联发科嘛对咧起到1275块 ，AI 相关的股价隆重红拍拍，带动台股冲价超过2万点。不过，敢若维持2分钟，盘中就有真侪电子、传统产业、中小型的股出现卖压，整体台股压落来，收伫咧19785点。分析师表示，目前台股拢上过集中咧起。投资犹原是爱好好评估。再来看到台美伫咧2月签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美国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幕僚长张茂带团来台湾访问。今仔日要和咱的基础建设、资通讯科技、环保绿能，还有金融业等等的厂商来座谈，促进合作，而且会优先来投资咱伫咧中南美洲、南太平洋的友邦。驻美代表朱大雷甲 AIT 执行理事那英欢喜做伙翕相，这是2月底双方签署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的相片。徛伫中央的是美国政府下底开发金融机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的幕僚长瑞伊。大家甲咱国签 MOU， 初次带团访问台湾，邀请咱国合会、基础建设、资通讯科技、环保绿能甲金融业厂商举办座谈会。With this MOU, we are hoping to kick off collaboration between DFC and ICDF to co-finance joint investments where we can, to work with you, Taiwan's private sector, to make those investm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includes in some priority areas such as the Caribbe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DFC 表示，希望在咱国邦交国上济中南美洲、甲南太平洋地区，甲台湾政府也有企业共同合作，协助推动开发中国家的隔空照护、农业、甲能源等等的领域。那国合会嘛讲，台湾友邦是 DFC 策略真重视的区域。会跟 DFC 在探索运用融资或者不同的方式协助我们的友邦国家。另外像在技术合作甚至说可行性研究以及像股权投资的部分美国政府在2019年成立 DFC， 类似咱国的国合会。不过，伊投资的上限是600亿的美金，而且有股权、授权等等金融工具。方解决做是为着牵制中国一带一路的美国方案。在这个时间点，台美扩展国际援助的合作。嘛，引发美国帮助台湾稳固邦交的联想。台湾在这方面事实上是可以融入在印太战略的这个有关于基础设施的这一块的，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台美双方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而且是落实印太战略。
学者认为讲，美国除了关注台湾甲友邦的交流，嘛对印太战略整体布局有正面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印度伫咧2月底完成移港合作的备忘录换文，1个月内要报予行政院来核备，佮送到立法院查照。劳团认为要引进印度移港影响真大，应该是要予立法院来审查才对，而且应该要由政府对政府直接来请移港，避免去予中人白写。移港 MOU 要审议。大声话口号要求单日移港的 MOU 要由立法院审议，而且移港引入就要采用政府对政府的直评方式。台湾甲印度2月底完成 MOU 换文，30天内就要报行政院核备，结果送立法院查照了生效。引入印度移港的议题，即马继续伫咧吵，真侪劳团一个公民团体吹背到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因认为印度移港引入对台湾的劳工、其他地区的劳工，一个台湾社会影响不加大，应该交由立法院审查，避免互相作业。谈的事情换成是跨国劳动力引进的时候，换成被影响的对象是劳工的时候，就变成查照。为什么可以这样？先跟对方签完，行政院被查，立法院念一念就通过了。立法院把关是民主国家运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这边要强调的是，我们能不能落实国对国聘雇，其实也是一个民主的问题。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在台移工也到场声援，支持政府对政府直聘，也呼吁台湾的政府重视移工的人权，莫阁予中介收资买工费等乱象搁再发生。To ensure the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ule of introducing migrant workers should no longer entrust the private agencies. Instead, a fair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involved. 那当然，我们未来在跟印度召开双边的这个工作小组会议里面，引进的方式也会把直聘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共同的来讨论。对此，劳动部回应讲，未来一个甲印度方面进行工作层级的会谈，讨论包括人数、行业等等，包括直聘等方式，也拢会列入未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自从2022年俄乌开战了后，附近的瑞典甲芬兰为着要防范罗西亚入侵，所以就改变无被革命的立场，申请要加入北约组织。去年4月，芬兰是已经加入啊，即马换瑞典正式加入北约的第32个会员国。完成最后一回证书，北欧国家瑞典用2年时间总算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入第32个会员国，有希望增强北约伫北边的防御能力。瑞典总理崔茨伫美国华府移交文书的时阵就表示，瑞典已经准备好承担责任。Unity and solidarity will be Sweden's guiding light as a NATO member. We will share burdens, responsibilities, and risks with other allies. 瑞典甲邻国芬兰为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了后，就申请加入北约。芬兰伫去年4月正式入会，瑞典是到今年才得到最后2个成员国土耳其甲匈牙利的点头。这是瑞典200年来第一摆拍破无革命政策，全当地人口只有1000多万，受区域局势影响，军工基础实力真高。目前瑞典军队也参加北约自冷战以来上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向在各地作战现象。With all Nordic countries now being members of NATO, and also the Baltic states being members of NATO, that allows for real holistic planning of the defense of Northern Europe and the Baltic Sea area. 即马北约盟国设伫波罗的海会对俄罗斯海军造成压力，盟国也佫较有能力监控这区域的海底电缆。通知遭到俄国破坏，暗多瑞典加入北约也引起俄罗斯不满，和平北约想要向东边扩大。下礼拜二为庆祝瑞典加入，伫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会举行升旗仪式。公视新闻牛眼评价。美国纽约的地铁最近爆出几啊桩暴力犯罪事件，所以纽约市长就宣布会开始检查旅客牌影甲行李。纽约州长嘛讲会派1000个州警甲国民兵来协助地铁巡逻，另外嘛禁止有攻击前科的人去坐地铁。
地铁站人真多，有穿着制服抑个配穿的国民兵伫咧巡逻。地铁警察设伫检查站检查乘客牌影，因为纽约地铁伫最近连连发生暴力犯罪事件，州长霍克宣布，自即礼拜开始加派250位州警，抑个有750位国民兵，总共1000人伫咧地铁巡逻，检查旅客随身的物品，希望让乘客感觉较安全。Bag checks will be conducted by over 1,000 members of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MTA Police, National Guard. In addition to what the city is doing, we're coordinating with the city of New York so people will see this. A bill to allow judges to ban people from using the subway, people who attack others and are convicted of a violent crime. 除了检查行李，抑个提出法案，让法官会当禁止被定罪攻击惯犯坐大众运输工具。并且伫咧车厢内加装监视器，特别是伫咧驾驶员的车厢。不过民众对检查牌影的措施看法无啥共款。Recently, yeah, it's been a little unsafe. So I think they should kind of like control it before it gets out of hand. I don't want somebody searching my bag for what? 纽约的地铁系统自今年以来已经发生97件攻击事件，比去年同期加13件。州政府讲，警察会当随机要求可疑的乘客，甲随身的行李开检查。国民兵是美国各州政府的武装部队，各大重要交通设施常常看到国民兵夜穿伫咧巡逻。不过学者讲，安尼时做可能唔是上好的选择。I think it might be a wrong read because most peopl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powerful artillery, military uniforms. That tends to signal things that we often see on television for countries that may be less developed than the United States. We call on the military often as last resort. 新的维安措施得到纽约市运输系统工会懊恼，不过一寡自由派人士质疑侵害人身自由。州长霍克讲，乘客有权利拒绝执法人员检查随身的物品，不过可能就因此无法度入去地铁系统坐车。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的友邦海地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因为当地帮派真藏手、真摇摆，连警察都敢抬，百姓根本就无法度反抗。伫咧因的首都，互绑票、互开枪，拢是真肃常的代志。真侪人拢感觉已经互政府绑杀啦。一个查甫人重伤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因某伫边仔哀哭。警察来到现场了，开枪要赶离群众，场面煞变甲搁较乱。这是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平常事件。着枪的人是警察甲土匪开枪的时阵，扫着枪支尾。警察抓着3个涉嫌绑票一个卡车司机的查甫人。伫海地，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好野善，拢有可能是真变出下手的目标。We didn't used to hear shootings around here. It was normally downtown. Today, it's everywhere. 卡油恐吓绑票是海地黑社会常用的暴力手段。2002年前总统莫伊斯放刺杀了，帮派更加猖獗。即摆已经掌控首都8成的地区，海地警方嘛毋是拢无作为，伊嘛想要来阻止恶徒。另外，帮派向政府宣战，唱讲要推翻总理行李了，恐惊状况是愈来愈紧张。We're thirsty, we're hungry, we're being shot at, we're in need. The country's finished. 不过想要走是要走去倒位？海地大规模动乱了后，隔壁国多名人家都表演讲，为伫境内设计海地的难民营，找来国派武装部队固守边境。海地帮派是愈来愈强硬，警告讲要来发动内战，嘛要强迫压力海外的行李落台。海地动乱，唔知要到第时。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台海的局势即马是真紧张。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备询的时，佮承认两方强要动用武力，引起关注。邱国正今仔日佮再表示，军人袂去插政治，请大家唔通来甲伊误会。另外，嘛修改国军第一摆攻击的条件，定出交战的准则。安尼，若万不一出状况的时阵，国军通好来应对。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要加强和中国对等的沟通，双方拢有责任来维持台海和平。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一讲有今晚更睡更不好了。
烦恼台海紧张情势，国防部长邱国正惊两化无势力会到动武的阶段，国军做上好的准备，上歹的打算。国防部初步宣布，查到中国军机了台9只，其中一只搁入来西南空域，中国军舰计强嘛了台5只。邱国正表示，无希望任何代志发生。毋过像海巡执法拄着状况，危机就会升悬。尤其国军2021年已经甲第一期的要件改变，嘛要定交战准则 ROE， 互国军应对常常发生的状况。归类以后，给他一个定调，让他有这种状况以后不会经过，因为要层层节制，不会讲说层层节制不对，但他要经过一个报告要很冗长，这样的话这个突发状况可能就已经过了，这样的话处理来不及，所以才会有这种调整。修改第一期规定，只要航空航海实体超过几机得还债，毋过敢会引起中国学被解脱，指控南新发动攻击嘞。国防部发声明驳回，讲中国军机军舰侵入咱领空甲领海范围，经过辩证拦查广播甲处理的行动，有关无法度排除，会当合法授权第一线的指挥官改还债，因为国家对领土有绝对主权。它如果实体，我们就要处理我们就要处理。处理的原则还一样嘛，该警告的，该要喊话的，该要打这个信号弹的，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要配合，还不配合，逾越这个范围了。那我们就当然要有一个应对的方法。针对中国利用气球了台，邱国正定调，伫咧会当看到范围内会有地面部队甲跑落来，甲美军派战机飞起来跑落来做法无同。尤其了台气球高度多数伫咧700英尺以上，目睭差不多是看袂到的。发布那个什么入侵的气球警讯，然后你入侵这个气球警讯到底是种类是我们知道种类我们知道数量，但是不知道种类啊。那如果说今天入侵台湾的气球是像入侵美国那种大型气球，当然国军空军都要予以处置嘛。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探测气象气球，我觉得军方你就明讲。但国民表示，中国派来台湾的气球多数是探测气象为主，国军会当对外说明气球的类型，互个人安心。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要加强甲中国对等沟通，双方有责任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各党派立委拢是连续有收到恐吓批，包括伍丽华甲沈碧阳嘛拢有收到。自从3月到今，已经有5个立委去互人威胁。内政部长林佑昌回应讲，已经有锁定嫌犯，也佮有 IP 的位置是伫咧境外。法务部长蔡清祥嘛讲，会尽力来调查。国会维安会被关心，是因为伫咧最近政界真无平静，一直发生恐吓案件。今年3个以来，自立委罗志强、黄捷也个王美惠连续被威胁了。第这嘛，伍丽华加沈碧阳也受人恐吓。这一次我们收到的，他是故意写错我的名字然后他的语气使用的也不一样，那他留言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要么就可能是我们台湾这边自己所为，那也有可能是小粉红的行为。那对于国会议员会接二连三的接到这样的恐吓信呢，这个也不是民主国家的常态。我们希望这个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人民呢，这些选民们呢，就大家是不是要彼此尊重一下？沈碧阳所创办的乌险学院，伫咧 FB 的直播时阵，互人留言讲，总部会互人放炸弹。伍丽华也讲，公务信箱内面有收到恐吓批，讲已经伫咧立法院附近装炸弹，要求汇款2000万。立委无分党派，已经有5个人的安全遭受威胁。部分嫌犯的一个 IP 是在境外那这个启动跟国外合作的这个机制，那并且也锁定这个特定的这个嫌疑人。内政部长林佑昌回应讲，已经锁定特定的嫌疑人，部分 IP 是伫咧境外。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已经掌握相关的证据，但是检视最近的恐吓案件，真侪手法拢同款，拢是冒名高雄市长陈其迈进行恐吓勒索。高雄市政府也批评这种恶意冒名恐吓的行为。会请警方积极查办。我想相关的机关他们如果接到讯息，一定会尽力的来查证。如果幕后有一些集团来做这不法的事情一定会依法来严办。检警调总动员追查恐吓的嫌疑人，内政部也下令立法院院区等所在加强警戒，包括场所加立委个人的人身安全。毕竟无爱的撞警人也未抓到，唔惊一万就惊万劫。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
民进党的立委范云有甲妇女团体的代表来召开记者会，点名牵涉到性骚扰的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甲鲍坤琪，若无互人处分，颠倒升官，所以因嘛提案要修正立法委员的行为法，若是立委牵涉到性骚扰，也是性别歧视等等，就爱送到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MeToo 运动促成的性别三法修正，3月7日妇女节正式上路。不过，民进党立委范云甲妇女团体代表召开记者会，讲立委讲性骚扰的情形，立法院煞无在条款，是性骚扰防治上大的漏洞。法院认证的性骚立委陈雪生没有被立法院惩罚，还被高升成为召委，被知名的女性媒体人公开 MeToo 的傅昆萁，然后还可以高升我们国会的第1大党团的总召。傅园慧其实就认为，其实立法院是所有空间场所都应该有禁止性骚扰防治的标志跟申诉管道。针对立法院长韩国瑜送妇女节玫瑰花，范云批评讲，要送花不如支持修法，提案修正立法委员行为法。立委袂当有性骚扰或者是性别歧视的言辞或者是行为，那违者就送交纪律委员会，邀请外部专家调查。处分的方式包括口头或者是书面会失礼、停止出席宴会、停权一定的时间等等的处分。针对这点，南洋立委表示会支持一切进步的修法。不过，这个妇女节变作是政党的提款机，是消费妇女。妇女节还要变成是政党的提款机来去混淆今天妇女的焦点，我觉得这是消费妇女。国民党团绝对支持妇女，支持性别平等，支持一切进步的修法。300妇女节，总统蔡英文嘛透过人面册强调讲，性别平等是台湾社会重要的价值。台湾在过去8年，包括亚洲头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国会女性的立委比例是亚洲第1等等，创下3项亚洲第1。副总统赖清德表示，性别平等不是任何游戏，追求性别平权的努力，大家袂当结外挂。记者综合报道。3月7日妇女节，除了开始实施性平三法的新制，托育的议题嘛是真受到关注。根据统计，员工100人以上的企业有托育机构，也是托育措施的有6成9%，比7年前加17%，显示社会有慢慢的重视。今仔日卫福部表示，为着要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送去公共托育的补助会增加到7000块，准公共托育的增加到13000，希望妇女免阁为着照顾囡仔来牺牲事业。这几年，为着要让父母会当好好做工课，一寡企业有托育的服务。根据劳动部2023年的统计，员工100人以上的企业有托育机构，也是有托育措施的占6成9%，比7年前增加17%多，显示社会慢慢在重视这块。为着要减轻家庭的负担，8月卫福部伫妇女节活动中间表示，送公共托育的补助增加到7000，准公共托育增加到13000。托育的补助咱即咱有囡仔送去外口托婴中心，还是保姆出来的时阵，即马咱政府一个月是补到13000块，互咱的送去的迄经济压力不要那么的大，我们的妇女可以好好的专心的一个工作。另外，伫3月初8妇女节这天，性平三法新制正式施行。上大的改变就是重罚宽赦性骚扰，相关负责人若有甲人性骚扰，上重罚100万；若是雇主知影员工拄到性骚扰事件所无处理，上重嘛是罚100万。伫卫福部的活动中，行政院长嘛录影片，搁一摆传达政府推动这场性别友善的决心。我们很快地修正了性别平等工作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增加权势性骚扰类型，延长申诉时间，并且强化外部申诉及监督机制，避免球员兼裁判的争议，力求共同塑造性别友善的观念和社会环境。根据行政院的统计，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51%。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咱伫性别平权的表现是亚洲的第1名。不过，这拢是经过前在性平事件检讨和反省，社会才有法度继续进步。但建制嘛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公司部门的协作，来促进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性界发展。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
长期咧关注妇女权益、性别平权的立宪基金会，和员工指控因的薪水发无够额，甚至违反性平法，和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员工领不到年尾奖金。今仔早起透过社工工会来举行记者会，抗议立宪基金会无重视劳工的权益。立新还钱，立新还钱。代替唔敢出面的社工，台北和高雄社工工会等等的单位办记者会，提出社工的薪水单，指控立宪基金会侵害劳权。有社工司证照的员工，立宪干那互因2000块的加急，不过煞甲政府核销社工的职业加急是32薪点，换算做薪水就是3995块。虽然正前都捌甲卫福部反映，煞无看到立宪有改正。确实是有薪资未足额给付的状况哈。那如果是这样核销的话，也可能有疑似不实核销的情形。工会表示，有的社工3年来就损失上无7万块。另外嘛，指控立宪针对通过考核的社工，无照计划甲伊的职务升起哩，致使社工一个月上济是减赚2500块。另外嘛，有10外员工甲工会斗讲，过去捌申请过育婴留职停薪，却因为年底12月31无在职，就领袂到年尾奖金。只是讲到大拢叫无员工甲提出申诉。所以我们认为立新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违法的，它已经违反了性别平等工作法，这个是有怀孕歧视跟性别歧视的这个问题。服务受暴妇女的最知名的社福团体，让自己的社工像受暴妇女一样不敢出来求助，我觉得这个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立宪透过声明稿表示，核销绝对无问题，育婴留职停薪嘛有照付薪水。立宪伫2019年到2024年有调过薪水，差不多是起6%到10%。和员工的薪水含政府补助或者是委托的申请费用是同款的，甚至有较济。自2024年开始，薪水全面配合卫福部的规定，避免争议搁再发生。为着要提升性别友善工会场，立宪会继续检讨改善。记者林静梅、曾志成台北报道。台南市中西区洪亮建设的工地，伫咧拜三时熊落落去，市府要求建设公司爱赶工来征收，恢复通车。这落落去的灾情正严重的五花街，伫今仔日下晡路面已经订铺好势，边仔的店头嘛拢准备要恢复做生意。不过因也是讲无啥会放心。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洪亮建设的人员下晡伫咧拆除路边的封锁线，继续咧整理工地，因嘛向市府来申请复工。在地人员表示，五花街甲西门路的路仔口落落去的所在已经灌浆补好势啊，2条路受损的部分嘛拢有征收，出入被影响。不过附近的居民若是有疑问，随时拢会当来反映。过来看到桃园航空城基地范围内底有真侪人得爱潜水，不过有部分居民表示，虽然因有领到补偿金，不过也未完全到会当起同款规模的徛家，而且厝地还未登记，就收到公文，讲因手头的房地产价值超过500万，所以未当领劳动年金。民意代表就认为讲，这潜水户是咧配合国家的重大建设，权益无应该爱互人牺牲。我们在这边已经住了100年了啦，现在被废墟了啦。大卖贵4人的厝，怎么为着航空城计划被征收？像呢一栋2层楼高80平的厝，保养费无到500万，要过若要登起这种厝就要开上千万。要过伫咧安地的所在土地也未点高，厝也未起，老农津贴如果因为败户无资格通领，或一寡听钱户感觉真无奈。去年刚满65岁了，那我领了4个月，我上个月收到说，我现在不能领了，说什么呢？安置结果那个超过500万了啦，也没有老人年金，老人年金也不能领，我也没有劳保，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们这些征收户不是自己愿意要去开发，是被政府逼迫，法令呢也要该好好的调整来照顾这些征收户民众的权益。按照农业农民津贴暂行条例规定，102年请领的人会当继续领农农津贴，无受征收案件影响。102年完蛋了才新领的，若是最近1年个人综合所得伫咧50万以上，或者是个人土地甲厝的计数合起来500万以上，就无法度过领津贴。听情户认为，家己是配合政策搬迁，领保障金是要摕来起厝的。虽然已经有领权证，但过无看到地厝也未起，无法度领农农津贴无合理。本项法令是属于中央的全国一致性规定，故如果要调整，还是要由中央机关
透过修法或其他的方式来调整，协助受影响的民众。议员讲，受到影响的搬迁户真多，正确的数字也怪清查，也强调搬迁户唔是家己要变更现状，是配合国家的政策。真侪人拢是做残的，也无劳保，伫这嘛脑龙津贴被提掉，权益被牺牲。立法委员涂权局也邀请相关单位开协调会，讨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港澳宣布，互县府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分区域来限制水上活动，而且敢若会当去游泳、出泳，也有耍飞行线等等。其他的水上活动就拢总袂使做。有民间团体就认为无合理，嘛认为开放的项目无够多元。冲泳的民众看到泳来了，上阵一个泳就飞去冲泳板顶头开始冲泳。虽然不是热天，也过伫头城港澳海沙坡，也是有真侪人来冲泳。伫咧这边海域，只敢来当冲泳、游水、加耍飞行线。不过爱伫咧特定区域，有人认为卖管遐严。多少管一下是 OK， 但是不用到那么严。宜兰县政府考虑到安全，一直拢是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发布公告，以坐标定位，将港澳海沙坡分做 A、B、C 三区域，C 区 A 区会用冲泳 ，B 区是当冲泳、游水加耍飞行线，这袂人甲器材伤多冲突到。公告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坐标点了，那我们一般从事这项活动的人不太可能去看坐标了。而且坐标也有误差，就算是你拿的那个 GPS 看，也是会有误差的。不过，伫咧几多年发展了，这些个休闲活动除了冲泳，怎么也有 SUP、独木舟等辅具。台湾开放这些联盟认为，县府的公告应该废除，除了用坐标分区会有误差，无法度遵守甲执法，开放的休闲项目也无够多元。如果我们接到相关的反映，我们仍然会邀集包括东北角风景区、宜兰县政府，还有头人镇公所以及周边的社区，还有水域活动的相关玩家，我们一起来讨论。现有的公告是县政府在东北角风景区、头城镇公所甲当地社区另做共识了，才修正发布。伫这么花界又有无同的声音，县府讲，若是接到相关反应，会去邀请各界开会讨论，结果来决定是要继续现有的公告，也是增加开放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10当前，伫咧家庭废水排放量上大的太平溪，有起5公顷的人工垃圾地，用自然的方式来处理这寡垃圾水。这几冬了后，有发现到真侪杜鸟会飞来遮休困，甚至有鸟仔开始踮遮定紧生团，互当地生态愈来愈丰富。台东市太平溪人工垃地，初被发现真侪眼亚科的杜鸟，伫垃地的水池啊耍水找食的。其中有看到翡翠鸭母带一阵鸭鼻仔咧耍水，鸭母还佫会停伫池仔边，保护鸭鼻仔学找食的，看着真古锥。是啥袂少赏鸟的人士来翕相，因为附近是博华停车场，附近的民众讲，城市有遮尔侪水鸟是真罕咧看。这边鸭超级多。毋若是鸭喙鸟啊，啥人捌？鸟友讲，这2天嘛有一阵色水真野的鱼白喙鸭，还佫有一阵红头尖鸭，会甲头藏落水底找食的。食的拢是要飞转去北平的杜鸟。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太平溪人工垃地是采用天然的方式，过滤为加河来的水，水质好，才会互遮的眼亚科的杜鸟会当安心伫遮休困。截流的污水以后进了我们的这个砾石区，那流经砾石区以后，由自然产生的这一些生物膜来处理我们截流的污水中的有机质，完全是采这一个自然净化的方式来处理。环保局讲，从去年年底到今，已经飞来各种会伫水底游的眼亚杜鸟，看到像比高雄威胁的鸭鼻仔，还佫较古锥。毋过嘛提醒民众，若来遮赏鸟，只要欣赏就好，毋通甲因搅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较好天，有出日，气温淡薄仔回升，不过也是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继续来发布低温特报。对今仔日开始到礼拜，北部地区早暗的低温，拢有可能会出现10度遮尔啊寒，提醒大家得爱穿好烧。台北市拜五早起有小可回温，天气舒适，但是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也未结束。中央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拜五、拜六礼拜暗时到透早，可能会出现10度这款寒流等级的低温。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以及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
的低温是比较低的，那台北都有可能会出现10到11度，是的确有一些机会是有可能达到寒流的等级的。虽然温度低，不过因为影响台湾的华南分河区已经往南并刷，水汽为拜五开始已经减少。除了东半部沿海以外，落雨机会拢真低，一直到后礼拜一才搁再有风面通过，到时就要注意雨水。今天水汽已经明显减少了，那可能中南部的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如果温度条件够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结冰的现象。不过降下比较大的雪量的部分，应该是比较没有机会。到了礼拜一的话，整个水汽又开始变多起来，所以我们预估可能在3000多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降雪的状况。不过因为这一波的温度稍微有些不够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到后礼拜3会搁再有后一波冷空气影响台湾，估计台北地区上寒14度，南部地区上寒17度，华东地区上寒16度。气象署提醒民众，即阵气温变化大，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变化，做好准备。记者林友凯台北报道。天气咧寒嘛，就要注意防疫。目前新冠疫情是搁伫咧高峰期，台中市这2日搁再开设46个疫苗注射站，鼓励65岁以上的老大人，就要赶紧去注疫苗。根据疾管署的资料显示，国内新冠疫情伫咧过年以后，就搁再压起来。台中市2礼拜内增加新冠肺炎的并发症病例有214人，今年已经超过749例。台中市府今仔日参明仔载有针对老大人来开设46个疫苗的注射站。卫生局统计，今仔日去注射老大人正踊跃，有超过2万人去注射。再来看到2026年的世界杯兼2027的亚洲杯资格赛第2轮的分组循环赛，咱的代表队原底3月2日要伫咧台北电竞场对阵吉尔吉斯，不过卡球总会昨向公告无法度借到场地，所以要改伫咧高雄的南马溪比赛。不过台北市体育局是出来回讲，是卡球总会无去开会，3月冬季嘛拢已经排满，卡球总会才会借袂到场地。0-1无法度赢过马来西亚，中华男子卡球队去年11月无法度伫咧2026年世界杯、卡2027亚洲杯资格赛第2战得胜。迄当时比赛的台北电竞场，事实上是去年8月和台北市体育局临时协调来的。至少2-3个月之前，那我们先让我们知道一下，才能去做一些调整。3月1日，台湾队搁伫咧主场要来对决吉尔吉斯，卡球协会设定是伫咧台北电竞场。不过，卡球协会初一暗时伫面册卖奖也发出公告表示，拍拼到初一中昼，也是无法度顺利借到台北电竞场，决定伫咧高雄市立南马溪卡球场举办，向全国球迷会师礼。不过，台北市体育局是8月去年9月会期，卡球协会拢无来参加，而且3月早就排满了，10月9日早就安排超播的用户。在客观上，我们没有办法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赛事的一个使用。8月的部分，他们也是有来拜会，并没有提到说今年的一个赛事的一个所谓借场地的一个事情哦。整个行政程序上面，第一个你没有预定，第二个你没有预定完之后，你没有去找人协调，第三个你协调不成，你的备案在哪里，你没有及早公布，这才是你整个流程里面会被大家抨击的地方。卡球协会无进一步的回应，不过声明有讲到南马溪卡球场有真侪项设施符合标准，却因为灯光无符合国家队 A 级比赛标准，比赛调整到下晡4点开始踢，而且座位无坐无要卖票，昨暗9点引起球迷批评，认为有行政过失，必须要追究。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的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咱台湾的学生团队是摕到真好的成绩，拢总有摕到14块金牌、10块银牌、甲22块铜牌，而且咱台湾阁有争取到主办的机会。今年8月发明展就会伫咧台湾举办，有个会有10外国家来参加比赛。我们先用温度感测器测量，只要它到达一定的温度，会使这个压力感测器作动。高中生当地介绍的重点，就是由3个学校总会发明的自动车内紧急救援系统。那车内温度上悬的时，就会启动，会发通知到手机啊。警告家长莫袂记得囡仔也伫咧车内，通避免意外发生。因日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另外得金牌的也有为畜牧业设计监测系统，透过肉的成分，就通分析动物的健康。像是牛跟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处理。因为如果他们一次养很大量的动物的话，我们就不用针对全部的动物去做侵入式的检测，就可以缩小范围。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典参赛对象是6岁至19岁的学生。台湾代表团和日本、中国等8个国家137件作品变冠军。今年拢总办出34块金牌，台湾就摕到14块，也有银牌10块、铜牌22块，成绩有够赞。办事教育部特别颁奖表扬。全部的金牌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半14面符应我们新课纲这样的体验学习、自主学习、创意学习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大幅的进步。教育部表示，台湾参赛作品真多元，拢甲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嘛互世界看到台湾囡仔的创意和能力。而且，咱今年争取到主办国2024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就办伫咧台湾，到18月拍算会有10外国家来参加。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常常咧发生地动，伫咧古早时是透过地动仪来监测地动，气象署就关超过100档历史的11台地动仪，和高雄科工馆，要互大家来了解地动仪。研究员当咧介绍这台是已经超过100档的地动仪，是为1900年开始使用，是利用发条、反奶油甲针的原理，就是发生地动，机器会侦测浸泡甲时间。落尾研究员会参考其他所在地动仪的数据，来算出伫倒位有地震发生，地动有偌大资讯。所以利用时间，利用无同的所在，咱会当测到这地动的记录。咱会当算看讲，这地动伊的地点是伫对。台湾是伫1897年设置第一台地动仪，科工馆这摆展览拢总有11台地动仪，年代是为1900年到1993年拢有，阁有图表来说明每一个年代台湾发生的地动。这机器拢经历亲像1906年的梅山地动，阁有921的大地动等等。看了后才知啊，哇，就故意这几个就有这个仪器，然后就可以去测量这个地震。就有4台机械，伊真正会当行，唔免食电，佮真正会当测量。好但是你讲伫遮会当测到地动未？会当测的，但是无法度推算。这种机械式的地动仪是为1988年才无用，到搭是用卫星来精准记录。这11台地动仪是由中央气象署来关证，科工馆修复其中的4台，重现迄当时机器操作的方式。台湾当年有感的地动超过几百摆，这地动仪也见证科技文物流测的历史。记者张立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南的食食会当讲是台湾好食面的代表。不过根据科考，其实有一寡在地点心是外来食面，亲像土土鱼、沙白鱼的料理，有一寡拢可能去染着西洋的煮食方式。对17世纪大航海时代传入来台南了后，就渐渐变做咱在地料理。过分了后，落去钱落尾参面南煎，一碗台南美食料理代表土土鱼煎，就会当互人客食甲巴肚肚。除了安尼生肥嫩的沙白鱼肚配合烧滚滚的糜，是街头巷尾人人拢知好滋味。不过根据科考，这个美食料理，拢有可能是对17世纪欧洲经过大航海时代才传来台南的，却变做台南的日常料理。其实是我爸爸在做的时候，之前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土托鱼跟否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有。对呀，是蛮有趣的，是还蛮惊讶的。哎呀，因为我想说，虱目鱼不是台南人开始养殖的吗？我觉得是有可能啊，因为毕竟那时候就是被统治蛮多的，对，就像现在有一些荷兰的血统的人，我不觉得意外。台南市文资处表示，根据中建院的研究员在位中推测，荷兰时代唐山移民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影响，开始对着欧洲人方式在咧食鱼，贩卖啊，正做土土鱼主要的消费族群，介意食这种鱼的习惯，就一直保留到今，正做台南渔民的特色。那沙白鱼是伫咧17世纪以沙巴罗这个名方记录落来菜色。西班牙、葡萄牙语当中惯用鱼仔名沙巴罗，听起来真烧话。合理推测，沙白鱼可能唔是由印尼人销解予台湾的，有可能是来自一群正精通海上撇话的人，亲像生活伫咧马尼拉的唐山移民。
那郑老师呢，他是依据了大航海时期这一些水手船遗留下来的这一些文献的记录，还有他们手绘的素描，还有当时候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样子的语言，以及水手他在船上保存跟烹调鱼肉的方式来去做综合的推断，就发现说，当时候的做法其实跟现在的土托鱼羹的做法其实是很类似的。台南市本主厨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台南美食，佮设计一种游戏，希望透过这种游戏，互民众了解台南美食背后的故事，佮会当对台南的人文历史产生进一步的兴趣。透过食和台南400年历史，也佮文化产生连结。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佮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9度至17度，中部地区11度至23度，南部地区12度至25度，东部地区10度至19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18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